曾经的电力软件工程师。2018年2月，他到新疆乌鲁木齐市我的家中探亲过春节。他在网上按照这半年内在推特上写日记的习惯，发了5条有关新疆现状的信息，遭到了当地警务站民警的非法抓捕。我的家被非法搜查，他们对李林的居住地和户籍地造假，改成新疆的程序造假，全部使用非法证据捏造事实进行陷害，被他们称作是截图来源的作案工具小米手机和小米 iPad 被下落不明。乌鲁木齐市检察院的公诉人刘静波拒绝我自己请的律师阅卷和会见李林，不得已，我换成了他推荐的律师田文化。田文化诱骗李林认罪，他说不认就重判。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进行不公开审理，拒绝旁听，法庭上不允许李林戴眼镜，全程戴着手铐。公诉人在法庭上使用假物证，庭审笔录里却写着公开开庭，旁听4人。判决书上写着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8年10月31日进行了公开审理。李林被判刑4年，至今仍然关押在乌鲁木齐市第1看守所不移送监狱。最近我得知李林在看守所这3年来一直戴着脚镣。2月10日上午，我给看守所的管教干部打电话，请求立即解除李林的脚镣。管教干部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条例有规定，这类案件的人要一直戴着脚镣。他们不讲事实，不讲证据，更不讲法律，已肆无忌惮到了这种地步。即便我有大量造假的全套案卷材料，竟然也控告无门，申诉无果。